我而家飲酒前咧，一定咧就食一粒嘅，塊面咧即係冇咁容易紅啦，仲可以解宿醉同埋頭痛添。咁啊，舒緩酒後不適，食完咧仲可以盡情飲多幾杯添。近幾個月咧都發現自己咧即係好似冇乜精神啦，同埋咧面色咧比較黃啦，有肚腩喎，所以咧就決定走去咧做一個 body check 啦，發現呢一個肝指數咧真係嚴重超標。一個朋友咧佢哋本身係翻夜間 shift 嘅，咁佢就介紹咗我咧就係食呢隻草基健肝丸。咁我食咗大概3個月度咧，即係面色咧即刻紅潤咗啦，同埋咧肝指數咧回復翻健康嘅水平啊！咁所以覺得佢咧真係幫到手啊，同埋咧個人咧冇咁容易攰啦，精神好咗啦，同埋做嘢咧係真係專注咗嘅。草基健肝丸一盒就做到5大護肝功能，包括清肝、護肝、補肝、修復肝臟同埋排毒，不含任何嘅西藥。最重要佢有99% 嘅醫護推薦，信心保證。食落肚嘅嘢最緊要係安心，裏面咧仲有好多好犀利嘅專利。日本米糠成分 Polycosanol 有臨床數據，3個鐘頭100% 清肝，繼續食仲可以降低50% 肝脂同降低30% 肝酵素，可以全面增強肝臟代謝同埋排毒功能，減少肝脂積聚。成分咧仲建立咗黃金護肝組合啦，美國 C3 薑黃同美國 Bioperine 胡椒素，可以排走肝臟毒素，抗氧化，保護肝細胞，減少患上肝風險，仲可以消除疲勞。咁出位價嗰日買咧，真係抵好多嘅，所以咧大家記得去買啦。佢真係咧幫我揾翻健康嘅肝啊！